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往事放水流，心情就消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往，这是一个双母音，读乌加读做往，啊那第二条读做往，这是文音。往就是去的意思，咱讲是往回，要是去较倒转来，互相来来去去，咱讲是来往。另外，这个往嘛有过去的意思。往日就是过去的日子，较早若是请医生去病人厝来看病，叫做往诊。另外，佛教讲人若是过身，就是往生。这个配音读做永，嘛是过去的意思。咱讲永过，以早咱讲是永摆，定定安怎有人讲是永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永摆，就是以早甲过去；第二个词永年，会当讲是过去以早，嘛会当讲是过去的年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永过这条路直直行会透阮兜，沿路有真侪花草。永摆我做囡仔时，附近拢酸透透。永年总是感觉永远就酸无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往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永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